糖尿病人最不食學，你知唔知道？糖尿病患者食錯生果，隨時好似直接飲咗糖水落肚，令到血糖飆升過山車。好多年長糖友或者屋企人都以為生果有營養就隨便食，結果餐後血糖直接爆表。今日智多星就同大家好好盤點一下，有邊5種生果係糖友嘅血糖毒藥，食錯隨時中招。睇完呢條片記得即刻撳個訂閱掣，開埋個小傘。咁崇亮成今日講嘅內容係關乎你同屋企人條命嘅，錯過咗真係走寶。講到糖尿病飲食，好多人都有一個好大嘅誤區，就係覺得生果係天然嘢，紅到唔怕。你諗下，生果嚟自大樹，冇添加劑冇防腐劑，點會有害呢？呢個諗法聽落好合理，但實際上係一個好危險嘅陷阱。生果入面嘅糖分同你食一碗白飯、飲一罐可樂嘅糖分喺化學庫上當然有分別，但佢哋一樣會變成血糖，一樣會令你個胰臟負擔加重。分別在於生果有膳食酮、維同維他命，但如果你唔識得揀，唔識得食，呢啲好處根本抵消唔到糖分帶嚟嘅傷害。今日我會逐個拆解5種最危險嘅生果，再話俾你知邊5種可以安心食。最後仲會教埋你4大食法金律，保證你由今日開始食生果食得開心又放心。第一種係夏天最受歡迎嘅西瓜。西瓜水分雖然多，但升糖指數基高達72，飛蜜屬於典型嘅高 G。食物西瓜裏面嘅果糖同葡萄糖吸收極快，食2塊就等於直接飲糖水。餐後血糖會急劇飆升。不過呢度要講清楚，如果你真係好想食，唔係完全冇溫嘅。血糖負荷動物嚟計，北部唔食西瓜嘅 GI 值大約係6，屬於低脂粒食物，適量食少少仲可以接受。但如果你一次過啪半個，就真係同倒糖水落肚冇分別。所以話糖友食西瓜1-2片子，嚇演就好，千祈唔好失控。你諗下夏天30幾度，你抱住半個西瓜用匙羹咬嚟食，呢個畫面係幾咁爽。你每咬一羹就係將一杯糖水倒落喉。第半個西瓜大概有2公斤，即係大約500克可食部分。以每100克西瓜含6克糖嚟計，半個西瓜就係90克糖。90克糖係咩概念？大約等於2罐可樂嘅糖分。你唔會一次過飲2罐可樂啩？寒，但你好易就會食晒半個西瓜，因為佢係生果，你覺得佢健康。呢個就係最大嘅心理陷阱。講到呢度，我想問下你，或者你屋企人平時最中意食邊種生果？喺留言區打出嚟睇下有冇中招。第2種係荔枝。呢樣嘢唔單止升糖快，仲有恐怖嘅雙重風險。空腹大量食荔枝，果糖會刺激胰島素過量分泌，加上裡面嘅次甘氨酸 A 會干擾糖分代謝，引發嚴重嘅荔枝病低血糖症，令人頭暈心慌，甚至昏迷。發病人群以4至11歲兒童最為多見。但明明荔枝咁甜，點解會搞到？因為荔枝入面嗰2種物質 A 次甲基丙環基甘氨酸同氨基酸次甘氨酸 A 會直接抑制肝臟製造葡萄糖，再加上大量果糖湧入，刺激胰島素瘋狂分泌，雙重夾擊之下，血糖就好似跳樓機咁直插谷底。如果你仲要空腹食，本身血糖已經唔高，就真係雪上加霜。所以話糖友同老人家最好連碰都唔好碰。講到荔枝病，歷史上曾經有過大規模爆發嘅案例。2014年，印度穆錦法爾布爾地區就發生過一次嚴重嘅荔枝病爆發，超過400個兒童因為空腹大量食荔枝而出現急性腦炎症狀，其中超過100個不幸喪生。後嚟調查發現，呢啲兒童全部都係喺飢餓狀態下食咗大量荔枝，我身體缺乏糖分供應，加上荔枝入面嘅毒素干擾咗葡萄糖合成，最終喪成悲劇。你話呢啲嘢唔係危言同聽，係真係有科學根據同歷史案例㗎。第3種係熟透嘅香蕉。香蕉未熟透嗰陣含有抗性粉，升糖慢，但只要表皮變黃、出黑點、果肉變軟、紅呀，呢面嘅薑粉就會大量轉化成葡糖同矽三食，飆升到熟香蕉嘅好味。
以上糖友如果要食，一定要揀表皮，仲有啲青色質地硬身嘅香蕉，而且一次最多搬食半條抗性澱粉。呢樣嘢好神奇，佢本質上係澱粉，但人體嘅消化酶分解唔到佢，所以佢會好似膳食同胃咁通過消化系統，唔會變成血糖。未熟嘅香蕉入面抗性澱粉含量可以高達70%以上，但隨住香蕉成熟，呢啲抗性澱粉會慢慢變成游離糖。一隻熟透嘅大香蕉可以含有超過20克嘅糖。糖屌，病人最不實呢個數量已經等於一杯果汁嘅糖分，所以你如果一定要食香蕉揀青嘅硬嘅，食半條，呢個就係最安全嘅做法。第四種係紅棗同乾棗。鮮棗本身糖分已經唔低，一旦製成乾棗，水分蒸發後糖分高度濃縮，就 GI 值竟然高達恐怖嘅103，比白米飯仲要高。無論係當零食定係拎嚟煲湯煲粥，糖分都會溶喺湯水裏面，幾粒乾棗嘅含糖量就等於一碗飯。糖友千祈唔好掂，呢啲係真真正正嘅糖分炸彈。你審下新鮮嘅紅棗，水分含量大約係6，糖分大約係20，但曬乾之後水分跌到得返20左右，糖分就濃縮到超過70，即係話你食一粒乾棗等於食咗3粒鮮棗嘅糖分，而且乾棗體積細，你唔覺就會食多幾濕。煲湯嘅時候放3-4粒，你以為只係調客味，其實已經等於食咗半碗飯嘅糖分。呢啲嘢唔係話佢唔好，而係你要知道佢嘅真正威力，然後決定食唔食。食幾多？第5種係菠蘿。菠蘿食落酸酸甜甜，好多人誤以為佢糖分唔高，但菠蘿嘅基值喺5.9到6.6之間，而且裏面嘅菠蘿蛋白酶會加快消化吸收，從而加劇血糖反應。口感酸甜，極容易令人唔小心食多咗。如果你真係好想食一次最多1-2片，仲要揀喺2餐之間食。菠蘿蛋白酶呢樣嘢本身係一種好有益嘅酵素，可以幫助消化蛋白質。食肉之後食幾片菠蘿確係有幫助，但對於糖友嚟講，糖尿個唔好同乜柒呢，仲唔會加速腸道對糖分嘅吸收，令血糖更快飆升。而且菠蘿酸味會令人越食越想食，好容易一次過就食咗半個菠蘿嘅糖分大約係40克，即係大約10粒方糖嘅量。呢個數量對於糖友嚟講絕對係一個挑戰。好，講完5種高危生果，你可能會問下，乜都話唔食得，咁糖友仲有咩生果可以食？放心，當然有糖友一樣可以享受生果嘅美味同營養。關鍵係要識得揀。第一種糖友可以安心食嘅係各種莓果，例如士多啤梨、藍莓、黑莓同覆盆子。呢班生果全線屬於單支生果，士多藍莓約53，富含水溶性膳食維，可以有效延緩糖分吸收。更加寶貴嘅係莓果富含花青素、荷碘下嗪下氫素、摩他莫項鹽酸性番素，能夠改善胰素敏感性，幫手控制血糖。美克莓果嘅焦值只係2左右，真係食得安心，真係好嘢嚟。食花青素係一種強力抗氧化劑。可以糖尿病嘅本質其實就係一種慢性發炎狀態，你食多啲花青素就等於幫身體滅下火，平平而狀嘅壓力。有研究指出，每日攝取足夠花青素嘅糖尿病人，佢哋嘅糖化血色素平均可以降低5左右。呢個數字聽落唔大，但對於糖尿病人嚟講，糖化血色素每降低一各種併發症嘅風險就可以降低超過20。同埋白銀值，你話食莓果係咪好過食藥？第2種係車厘子，車厘子嘅升糖指數只有22，其實係極佳嘅低基選擇。車厘子裏面嘅花亞青素仲可以刺激胰臟，增加胰島素自身分泌。食嘅時候揀新鮮嘅甜車厘子，一次食10到15粒就最合適。比克車厘子嘅 GL 值同樣只係2，屬於低風險食物。車厘子仲有一個好處，就係佢含有天然嘅褪黑激素，可以幫助改善睡眠質素。糖友好多時都有睡眠問題，瞓得唔好又會影響血糖控制，形成惡性循環。食車厘子幫手瞓好啲，間接就幫手控好啲血糖，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良性循環。好，講到呢度，我想問下
你平時食蘋果有冇連皮食？喺留言區留個言，交流下你嘅習慣。第三種係柚子，柚子基質只有5，水分族群為豐富，裏邊含有一種叫柚皮苷嘅成分，對控制血糖非常有益。不過呢度一定要劃重點，如果你正喺度食緊卡丁類降血脂藥或者部分降血壓藥，合適下，千祈唔好食柚子，因為佢會干擾藥物代謝，造成危險。呢個係藥物交互作用，唔係講笑，真係會出人命。呢個藥物交互作用嘅機制係咁嘅：食下合柚子入面嘅某啲成分會抑制肝臟入面一種叫做 CB3A 嘅代謝酶，呢種酶正係負責分解好多常用藥物嘅。當你食咗柚子，呢種酶嘅活性就會降低，食藥唔密就分解唔到，喺血液入面嘅濃度就會異常升高。對於降血脂藥嚟講，藥物濃度過高會增加肌肉溶解同肝損傷嘅風險。對於某啲降血壓藥嚟講，同摸血壓可能會跌得太低，引致頭暈甚至行厥。所以話食柚子之前一定要睇清楚你食緊咩藥，唔肯定嘅話就問醫生，千祈唔好亂嚟。第四種係蘋果，蘋果係三烚綠，係經典嘅健康生果，但食蘋果一定要連皮一齊食，因為蘋果大部分嘅膳食維同抗氧化物質都喺果皮度，食呢層為能大大減慢糖分吸收速度。有研究指出，食蘋果之前先量一次血糖，食完2粒鐘再量一次，你就可以知道蘋果對你個人嘅血糖影響有幾大。即又用於任何生果偏酸嘅品種更加適合糖友。蘋果皮入面嘅硫皮素係一種好強嘅抗氧化劑，有研究指佢可以幫助保護胰臟嘅邊蝶細胞。盤點一下，糖雲也手素分泌功能嘅衰，你削做咗個皮就等於調咗最寶貴嘅部分。當然你要買冇打霧嘅蘋果，或者鐵底洗乾淨先食，呢個係基本常識。第5種係梨。或梨同蘋果一樣係高同為 BDNI 嘅代表，兼埋值約36梨嘅膳食為可以延緩胃部排空，增加飽腹感。乾燥季節食梨仲可以補充水分，潤燥止咳。腸胃弱嘅糖友仲可以蒸熟嚟食，不過要記住，煮熟嘅生果基質會有所升高，量就要再控制緊啲梨嘅水分含量高達85以上，糖分相對分散。糖尿癌最不適合。所以即使食一個中等大小嘅梨，對血糖嘅衝擊都唔會太大。容易消化適合年紀大嘅糖友，秋冬時節天氣乾燥，食個梨進客喉，確係一件賞心樂事。蒸熟嘅梨仲可以加少少川貝同冰糖，不過糖友要記住冰糖嘅量要控制到最少，或者索性唔好落，用甜菊糖代替好。掌握咗能食同少食嘅清單之後，仲要守住4大食法金律，先可以將食物風險降到最低。第1大金律係控制時間，千祈唔好空腹食生果，亦都唔好飯後即刻食。最理想嘅時間係2餐之間，例如上午閃。呢個時候上一餐嘅食物已經消化得七七八八，適量食生果既可以預防低血糖，又唔會同正餐嘅碳水化合物疊加，造成血糖負擔。有專家建議食生果嘅最佳時機係餐後90分鐘或者下晝3至2點。點解唔可以飯後即刻食？因為你啱啱食完一餐飯，身體正喺度處理緊大量嘅碳水化合物，血糖本身已經喺度上升，你再喺呢個時候食生果，等於火上加油，令血糖升得更高更急。點解唔可以空腹食？因為你個胃空嘅時候，生果入面嘅糖分會極速被吸收，同樣會令血糖啱啱好。上一餐嘅血糖高峰已經過去，下一餐又未到。盤點一下，糖尿病人最適合你嘅身體正處於一個相對平穩嘅狀態，呢個時候食生果落唔會有過山車效應。第2大金律係控制份量，再好嘅生果都唔可以食過量。同樣建議控制喺自己一個拳頭咁大嘅體積，大約不食唔食客，大約不食到深唔食客，但都唔係至唔食客，同埋莫時下，就要從主食極熟度扣減翻2食5克，確保下全日總熱量唔超標。呢個拳頭法則好實用，你唔使隨身帶個磅，只要握起拳頭。
睇下你個拳頭幾大，就大約個拳頭幾多。當然每個人嘅拳頭大小唔同，男士嘅拳會大過女士嘅，但呢個正正係一個個人化嘅份量指標。你亦可以將生果切開，擺喺一個細碗度，目測個份量，慢慢你就會習慣。第三大金律係堅持食原顆生果，絕對唔好將生果榨汁飲。榨汁過程破壞咗寶貴嘅散食詞彙，得到嘅只係一杯高度濃縮嘅糖水，升糖速度極快，對糖友百害而無一利。就算你唔係糖友，平時都應該盡量食完個生果，而唔係飲果汁，因為膳食同為對腸道健康同飽腹感都好重要。你諗下，要榨出一杯橙汁，至少要3-4個橙。你平時一次過食3-4個橙，好少人會咁做，但飲一杯橙汁，你覺得好正常。呢杯橙汁入面有3-4個橙嘅糖分，但冇咗3-4個橙嘅酮維，結果就係糖你嘅血糖會黑線行嘅先同飲食。世界好似坐火箭咁，成年人每日嘅游離糖攝取量唔應該超過懷在24.5克，而一杯鹽白50毫升嘅橙汁盒已經投大約22克，糖幾乎爆食。如果係蘋果汁，糖分可能仲高。所以話想健康就食完個生果，千祈唔好榨汁。第四大金律係自我監測，每個人嘅體質都有差異，咗試新生果嘅時候，同摸下，同食之前量一次，如果血糖升高唔超過概率唔好食，嚟說明適量食用對你嚟講係安全嘅。如果升高超過5.5克，下次就要減量或者抗催換第二種通過。呢種對比，你就能制定出最適合你個人嘅安全生果清單。呢個方法聽落麻煩，但實際上係最可靠嘅。糖尿病人最不適合，因為每個人嘅胰島素分泌能力、胰島素敏感度，甚至腸道菌群都唔同，對同一種生果嘅反應可以好大分別。你今日試蘋果，記錄低食咗幾多，食前血糖幾多，食後2粒鐘血糖幾多。聽日試車厘子，又記錄低。1個星期之後，你就會有一份屬於自己嘅血糖安全生果清單。呢份清單和糖年最不適合，比任何前提要講清楚呢用。仲有一個前提要講清楚，如果你嘅空腹血糖仲喺7.0 mol 以上，或者餐後2小時血糖高過10 mol，即係血糖控制未達標嘅時候，建議暫時忍下口，唔好食生果住，可以用青瓜、西紅柿代替。等血糖穩定翻先，慢慢試下逐樣加入生果。合妊娠糖尿病患者同埋合針病嘅糖友，更要喺醫生指導下揀生果，避開高塔品種。青瓜同西紅柿係糖友嘅好朋友，佢哋水分多、纖維多、糖分極低，幾多都唔怕。如果你真係口痕想食嘢，又未夠鐘食生果，食條青瓜或者一個西紅柿，絕對係明智之選。仲有一樣好嘢就係牛油果，牛油果糖分極低，但係高脂肪。呢種脂肪係健康嘅不飽和脂肪酸，對心臟有益。不過因為熱量高，都要適量食。講到呢度，我想問下你身邊有冇啲親戚朋友成日以為生果健康就喪食，完全唔理血糖？你諗下，如果你今日將呢條片嘅信息話俾佢知，會唔會幫到佢避開一個大坑？最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觀念，控糖生活唔代表要同美味生果絕緣，只要掌握科學知識，識揀 DG 控制份量，揀啱時間食完整供果實，再配合自我監測，糖友一樣可以食得精明又健康。記住呢句說話，生果唔係毒藥，係你識得點食。生果就係你嘅盟友，你唔識得點食，生果就係你嘅敵人。一切都在你嘅選擇。糖友嘅生活唔應該係乜都唔食得嘅苦行僧生活，而應該係一個有智慧、有選擇、有樂趣嘅生活。你今日學識咗點揀點食，你以後就可以安心享受生果嘅美味同營養，唔使再擔心血糖爆表。你今日嘅選擇決定咗你聽日嘅健康。你今日願意花幾分鐘睇完呢條片，學識呢啲知識，你聽日就可以食得更安心、更健康。就不食學，呢個就係知識嘅力量。將呢條影片轉發俾你身邊關心嘅糖友，功德無量。記得即刻按讚、訂閱我哋頻道，健康飲食智多星，開埋小鈴同冇敵。
不食學我哋每個星期都用最真實嘅科學數據同飲食智慧帶你睇清各種健康陷阱，撳個掣，真係好簡單，亦係你今日對自己同屋企人健康最負責任嘅一個決定。學，同埋你最想將今日講嘅邊一個食生果金律分享俾你身邊嗰啲中意亂食生果嘅朋友？係兩餐之間先食，定係絕對唔好榨汁、糖尿，定係車厘子同莓果最安全？歡迎你而家喺下方留言區寫低你嘅感受，或者留低你最想對佢講嘅嗰句話。隨手一個分享同留言，可能就係幫佢避開血糖大爆走嘅最重要提醒。控糖路上你唔係孤單一個。多謝各位，我哋下期再見。